今日同大家介紹下我哋呢隻超中意笑嘅金毛 B 啊！咁我哋現場呢有兩隻金毛啦，一仔一女嘅。大家可以見到呢，其實佢哋兩隻呢都粗手粗腳，骨架好粗啊！咁金毛呢原產地呢其實係英國嗰邊啦，咁佢係屬於大型犬嚟嘅。咁同大家講下點解而家咁多人中意養金毛呢？咁大家其實可以見到佢個顏值好高啦，喺細個嗰陣時個樣已經係好 Q， 個樣呢呆萌呆萌咁樣。咁成年咗之後呢，佢嘅體格呢會非常之均稱啦，同埋都會披住金黃色嘅毛啊，好型仔，好靚嘅。咁另外呢，其實金毛嘅性格呢就非常之活潑開朗啦。金毛呢本身呢就好中意同人互動啊，同埋佢嘅服從性好高啦，通人性。另外金毛呢本身其實佢都係非常之聰明噶，喺世界犬類智商中呢其實係名列前茅噶。咁佢嘅學習能力非常之強啦，訓練起上嚟呢都係相當之簡單。再者呢，佢金毛呢本身其實都係公認3大冇攻擊性嘅犬類之一啊。其實對人類啊，對 BB 老人都係非常之有耐心同埋友好啊，係好適合做大家嘅家庭伴侶犬。對金毛有興趣嘅，歡迎嚟到我哋銅鑼灣門市睇睇佢哋啊！